喂，大家好啊！你咪應該好翻好多啊！咁啊，錄影呢一刻咧，就係贏咗阿士東維拉2-0之後啊，咁啊大戰當前，亦都係之前係7場裏邊係輸6場，哇！咁呢場波咧，賽前就好似危急存亡之秋咁嘅款。對於新嘅班底嚟講啦，同埋教練團隊嚟講啦，的確係嘅。難怪聯賽杯都要特登輪換留力，收起一班一隊嘅成員啦。咁去到英超真係對住阿士東維拉咧，真係見到個效果喎。休息過後，成隊波嘅狀態唔同晒啦。摩沙拿埃及之王回歸啦，基本上佢攞波嘅動作啊、對抗、靈巧嘅程度啊，一啲假身小範圍嘅攞波等等咧嚇，帶出重圍咧，翻晒嚟，有翻晒上年嘅感覺，該做咩嘢都繼續做，亦都好開心見到佢嘅信心仲喺度啦。咁另外加分比啱啱就傷愈復出嗱，咁講到另一個重點啦，Duos 啊，佢係8次贏咗6次，咁見到咧，即係除咗佢之外咧，其他嘅球員都係咁樣嘅，Duos 贏得多，咁自然咧戰術就打得翻出嚟啦。咁講埋球員狀態先啦，默默啊。原來佢對上一次咧為利記踢足全場咧係半年有多前嘅事情，係4月上季季尾嘅時間啦。咁啊，見到今場嗰個狀態頻率、硬度、對抗嗰個技術方面咧，似乎都係翻晒嚟嗰隻嘅。咁講到有 duos 有戰術，咁戰術上咧就首先一睇個球員嘅排位已經知㗎啦。陣容上邊 Robbo 出翻嚟啦，又就話干奴巴特利中場就用翻加分比蘇堡搭住默默，咁基本上係用翻上季嘅冠軍組合，可以見到成個組織係純熟翻好多。大家係知道大家做乜嘢，可能一個眼神、一個動作、一個走嘅時機啊，已經可以令到好多順暢而有效嘅配合啦。喺穩陣嘅猜傳之中，去變速，去帶嚟你變化，呢個把握個組織路線嘅程度，哇！今季好似都未見過咁滯。尤其沙拿同巴特利啦，其實喺直播都講到好多次，佢哋兩個係配合到噶。今場終於做得翻出嚟啦，做得翻1-2年前江奴巴特利頂替阿諾出場時候所見到同沙拿嘅呢啲穿花蝴蝶啦，右邊同右副位之間嘅配合啦。蘇堡、Meka、Ryan 加分比邊個前邊個後，總之有人鬥。呢個好緊要啦，蘇布有時投翻後咁加分比入第2球嘅時候，佢呢咪喺右副位插上去咯，跟住就斜斜啲踏入中間射入啦，咁都有個流動性喺度啦。咁左邊 Robbo 咁之前講到啦，原來佢都係一個傳球手嚟嘅。除咗話傳球之外呢，佢嗰個信心，佢嗰個路數，拖個波去邊個位再傳，或者係幾時索性自己帶波呢？用佢速度去帶上去，呢個係卡卡斯未做到嘅變化啦。咁啊，睇下卡卡斯繼續學下啦。加普同埋 Robbo 都夾到啦。咁成個整體回歸少咗失控球權，壓迫都改善咗。咁啊，因為跟住個狀態而改善啦。同埋個壓迫嘅組織似乎都係比之前係更加完整啦。成個整體好咗呢，亦都係令到後防線嘅壓力細咗。Robbo 上季開始呢，單對單嘅防守面對對方嘅衝擊，好似係你咁 hea 咁樣，好似係跟唔上對方嘅部分咁樣。今場對住亞士東維拉，你見到佢輸咗半個身位都勾得翻嚟。咁當然啦，即係雲大哥啊、伊布啊、哥奴巴特利啊，都係面對嘅考驗、面對嘅壓力，嗰個密度都係低咗啊！咁哥奴巴特利亦都係終於唔係喺上半場攞黃牌啦，唔使夾硬用犯規去截停對手嗰隻啦。咁啊，防守方面係
睇落係安心咗好多。咁仲有啲時間可以睇呢個養生足球呢，真係大半年冇見呢種畫面咯。咁今場呢，即係帶俾未來或者係如果從上半季做一個總結去講嘅話呢，可能之前嘅改變一次過融入晒伊薩啊、Flo 啊、費林邦啊、卡卡斯呢。咁馬後炮嚟講啊，操之過急啦。咁一隊波咧，始終都好難一時間改變更多，跟住又可以打到好有效咁啊。因為從球員個人層面嚟講，都要適應英超嘅節奏啦、身體嘅對抗啦。啊，顯然阿費倫邦啊係未頂得順嘅嚇。咁啊，Flo 咧亦都係適應嘅過程當中。咁啊，莫講話點樣組織個路線啊，點樣去發揮佢哋嘅長處，呢個係要走好遠嘅一段路。咁如果情況唔容許嘅話呢，球季始終都要追求下成績噶嘛，用翻上年冠軍班底嘅一個踢法作為基礎，慢慢改變，侵啲，可能今場啊俾阿費林邦踢正選，下場啊俾阿 Flo 踢正選，跟住嗱 E-Kit 咧，E-Kit 當係融合咗噶啦。因為佢同各個隊友嘅配合都順暢啦，當佢融入咗啦。咁其他卡卡斯啊，咁就一班冠軍班底就逐啲帶住佢哋啦，逐啲侵啲改變啊。即係其實同高普叔叔最後一季同上季攞英超冠軍嗰季，其實都係逐啲侵啲去改變啊。即係加普嘅翻左翼啦，加分俾。去到防中咧，都係逐啲改變而收到效果。有時真係慢慢嚟比較快，亦都比較穩陣啦。講到近啲嘅未來，大家應該喺今場贏波之後呢，更加期待對住皇家馬德里嘅比賽。主場迎戰第一樣嘢，諗起阿 Trent 先啦，Trent 會唔會正選呢？個人認為應該係唔會嘅。因為阿 Trent 咧，咁雖然靠華即係傷咗，不過咧穩陣起見，咁沙比亞朗素都懂得運用費特力高華維迪去客串右閘嘅位置啊。其實費特力高華維迪咧最簡單介紹佢嘅方法咧，霍里米就係一個蘇堡嘅師兄啊。基本上又係中場嘅萬金油啦，可以防守，可以進攻。有重炮可以去到右閘，足球智慧非常高，可以做粗重嘢，但技術層面絕對唔輸蝕，難能可貴嘅一個球員啦。咁其實費特利高華維迪咧，早喺20-21球季作客嚟到晏菲路嘅時候咧，已經係打右閘，當時咧係守得住沙迪奧曼尼噶，守得住文尼，所以根據呢個喺晏菲路成功嘅經驗咧。相比防守有明顯缺陷，而且我諗加普都知道點樣應對 Trent 噶啦，咁所以沙比亞朗素都諗到嘅。相比之下，應該都要對住費特力高華維迪噶啦。呢個期望吓點樣咩打爆個 Trent 啊，或者係點樣好好招呼佢呢家嘢呢？可能等佢後備出場啦，後備出場都有機會嘅。咁啊，如果佢講到對住皇馬嗰個嘅戰況係點樣呢？咁首先歐聯大組賽呢，就唔一定場場贏晒嘅，皇馬應該係最難打嘅對手啦。個人認為和就收貨啦。點解呢？咁首先，喂，皇家馬德里佢哋有麥巴比，之後呢個嘅班底，喂。都夾咗成季噶啦，而我哋季初呢，就有啲似上季季初嘅皇家馬德里啦。咁我哋感受過上季嘅皇家馬德里係幾易打噶啦。咁我哋今季攞翻少少上季嘅基礎出到嚟，咁可能當一個輪換啦，Flo 做正選咁樣呢，咁可以同皇馬抗衡嘅，抗衡冇問題，但須知道。今次冇一個禮拜唞噶啦，咁體能演繹壓迫嗰啲咧可能會降少少嘅，咁當然作為球迷希望 keep 到啦，但係理性上覺得會降少少，咁所以拉上補下啦，期望就唔好擺咁多，以和為貴或者穩中求勝，唔好輸
OK 咧，1-1啦吓，呢個就係短期嘅估計，頂得住麥巴比，頂得住雲尼素斯，其實都係值得鼓舞嘅吓，係咪好冇志氣啊？有機會贏嘅，即係如果撇去理性，打到氣，同埋始終我哋球員嘅級數咧，即係大戰就好得意嘅，硬係有啲嘅偶然性，咁喺理論之外啦呢啲嘢吓，你問我有冇機會贏，一定有嘅，可能麥巴比射中柱，摩沙拿嗱當佢翻咗嚟噶啦，埃及之王可能有神來之筆咧，可能 floor 又好有靈感咧，又製造到一球咧，呢啲就一球唔入，一球入呢啲即係一上一落啦吓，七上八落咧肯定有嘅，咁呢個就係我哋贏嘅機會咯，就好似對住阿仙奴蘇堡嘅罰球咁樣啦，咁呢啲就可能估唔到咁多噶啦，千千百樣種嘅可能性，而呢樣嘢我哋就一齊集氣，希望佢發生啦。好啦，講住咁多先啦，咁啊未訂閱嘅朋友快啲訂閱啦，CLSS 啊，comment 啦吓，講下你嘅睇法啦，like 俾 like 啦，share 啦，share 俾身邊嘅利迷朋友同球迷朋友啦，仲有咩啊 subscribe 係啦，訂閱啦，同埋可以 follow 兩個小弟嘅 IG 咧，一個係個人 page，一個講足球嘅，將啲有 feel 嘅嘢講啦。咁 YouTube channel 方面，利物浦每場波，除非我喺現場睇嘅啫，吓，如果唔係都會直播陪住大家嘅。咁另外都會定時拍一啲嘅 update 片啦，同埋希望拍到一啲大家可能過一個禮拜、兩個禮拜、一個月甚至一年之後都會有 feel 嘅作品，敬請期待啦！希望對住皇馬，以至對住曼城，我哋都可以開開心心咁樣去度過啦。但係點都好吓，有咩冬瓜豆腐都好，我都會陪住你。最緊要咩啊？You will never walk alone。